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热天，天气是热翕翕。真侪人拢想讲，尽量莫出门，伫室内开冷气，凉洗啊凉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凉，它热阳凉第5条，凉就小可寒人的意思。咱讲凉冷，意思就瓦紧秋清。形容风小可会冷，咱讲是凉风。另外，有汽水饮料，咱讲是凉水。另外，有一款绿豆做的粉，用来做甜露，咱讲是凉粉。凉嘛会当形容工课或者是心情轻松，咱讲凉色。像讲这个课真凉，嘛有咱常常讲的心凉鼻透开。这凉嘛有抹灰的含义，像讲大家咧无闲，伊煞坐咧遐凉。古早阁有一寡较社会下阶级的人来形容稻草，嘛会讲凉，像讲警察来就凉啊。这个文音读做牛，像咱讲马祖若是出巡，桥班的人员替马祖身上压的线，就是牛线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凉色，这个意思就是形容轻松自在型。第二个词读做凉腔，这个意思就是瓦紧风凉话，某人讲是凉腔啊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拄到困难的时，莫去要伊别人讲一寡凉腔，认真解决问题，上尾心情自然就会凉洗啊凉洗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凉，这是文音；另外鼻音读做牛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